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阿米哥刘浩明。其实睇一年呢，嘅沙菲新闻地位常常会看到，某个精神病症的人又发生某个事情呢。但是因为我哋嘅新闻能短短30秒，可是我哋从来唔会过清楚去了解到某个人精神病症同时也发生的原因係乜嘅。我哋今日有啲幾好嘅機會，我哋有請到係高雄醫學大學附設嘅綜合醫院，也係精神病嘅護理長。王文飛副理長來到嚟現場，我哋有請伊來到我哋節目，同人講，某個人精神病症，同時嗰種我哋嘅朋友，冇到我哋嘅親人，好喺伊啲精神病症嘅時間，我哋一樣去看伊，同時我哋照顧精神病症嘅伊啲家人，有乜嘅可以去聽書伊嘅地方，我哋馬上翻嚟見面文飛副理長來到嚟現場，文飛你好。好，大家好，今日來對屏東來嘅文飛。文飛啊，想問一下吼，因為頭到我哋一期有講係一啲我哋精神科嘅護理長嘛吼，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約講一下講，當初你即個係啲求學嘅背景啊，吼，啊你即個係啲護理師嘅一啲訓練啊，最尾做乜會選擇精神科咯？俺當初呢吼，對啊精神科學生時間如果有興趣。嗰時喺先頭度嘅時間吼，我都想講我來精神科，然後不止啊學東西，又可以聽書去教，聽書我哋有卡人。嗰時我都去國醫上班，那國醫先到精神科吼，我今日做26年嘅，係俺係主要弄睇精神科，啊有時間有些18時間睇女科、外科同加護病房安尼。嗰時一開始對你這個開始我哋講立志當護理師，好，等於講變成我哋一啲護理師嘅一啲專業人員嘅時間，嗰時間都對精神科也會考片，都幾有興趣嘅。係喲，當初後生嘅時間都對啊精神科幾有興趣。但是有啲人會講，個精神科唔決定講，又會打人啊，你這個唔會講啊？會哦，會驚哦，吼！嗰時講起嘅時間，我看人哋嗰時候講緊起，講緊係冇人嚟，我本人答嘛，吼。我都底下講，其實嗰當然對精神科嗰種誤解啦，吼。嗰種幾多安尼，我都嗰想講，梗係幾多安尼，我都去來，吼，拿來分享講其實精神科咩樣樣，而係不病嘅病人需要我哋嘅治療。咁係咪同人觀眾朋友太約講一下講，都係精神嘅病症，而都係係樣嘅發生嘅，同時講也係分類，太樣嘅分類咯。按你簡單來講，都係我哋頭腦有不平嘅吼，而家功能上面有一些障礙，嗰種也會影響到而心情，吼，而想法，還是而個平常嘅行為，吼啊動作啊，有的人怪奇怪，產生一些怪異嘅動作，吼啊。嗰時間吼有可能都碰到精神病，啊精神病啊呢一般有分兩太種啦吼，一種係種啊呢講嘅精神疾病啦吼，啊比如講啊呢啲思覺失調症，吼還是個情感性精神病吼，啊另外一種啊呢有啲係精神官能症一種吼，比如講啊呢會睡眠障礙，吼還是講恐慌焦慮一條，攏屬於啊呢講嘅精神病症安尼。剛才同到我哋呢文飛護理長有講到一啲關於創業嘅一啲觀念啦，你講一般來講我哋呢精神嘅一啲病症吼，你從我哋身體嘅無叫我感冒來講，吼，譬如講我哋個呢腳腫到啦，無你講彎到幫我哋腳都會白，吼，無你講我哋感冒時間我哋會傷濕濕啦，吼會發燒。咁我哋呢，嗰種我哋腦筋裏邊有一些舒爽啊，有一些病症呢，好而表現出來如何我哋精神的病症，或者其實也係一種幾自然的一種生理嘅反應嘛，好，可能係因為壓力啦，幫我哋呢腦有一些舒爽，冇如果有啲其他冇問題，幫我哋腦舒爽嘅，嗰種其實係啲幾自然嘅，好，唔係講都從我哋感冒樣嘅，但是我想請問一下講，即從我哋嘅一啲病症來講嘅話，伊可以治療好冇？好。也滿是動好哦，吼！啊，種我哋感冒發燒，我哋會藥嘅治療，吼！啊，高血壓、糖尿病，我哋藥嘅治療。啊，同樣精神病症，我哋沒有藥嘅治療。啊，另外當然我有復健嘅治療。啊，藥嘅病症吼，我哋會比較穩定。啊，但是同樣穩定後嘅，我哋會繼續食藥嘅。藥嘅精神病症吼，那會繼續穩定下來，情況那會個穩定咯。同樣係用藥嚟控制，可能有啲人呢可能會好，有啲人呢還是長期用藥嚟控制，其實也係同樣一件事情啊。但是做乜嘅我哋沙菲地位對我哋嘅精神病患，我有按到嘅冇叫我人講咯。
还有也吼，更加其实各种人吼，看到安尼精神病症的病人吼，有各种人拢强强，吼，我想吼，因为嗰度因为被骗的时间吼，我有一些动作啊，我强到人啦吼。那比如讲，安尼有时间看有啲病人吼发作的时间，我走去睇马路指挥交通啦。嗰種因為學到吼，嗰種因為安尼，嗰種人對啊精神病症吼，會強啊，吼啊嗰種像嗰些啊伊有無影響到病人啊，嗰種病人唔會強呀病症啊，我想要主要安尼講嘅污名化都會安尼意思啊。好，如因為也要病可能會我嚇到病人啦，有的係，其實伊不一定會害到病人。但是伊會嚇到病人，吼，我有時會影響到病人。嗰種病人我因為講，哎呀，嗰種呢，比起國家係這個問題嘛，吼，叫我這個聽到豐富嘛，這個問題。但是有時間，可能精神病症的人，可能發作嘅方來，可能會影響到病人，嗰種嚇人可能會更強一些。但是一般來講嘅話，其實，我哋一般人按樣去看待一個精神病症的一個發展。其實吼，也都反正因的這個嘛過辛苦吼，因的被騙的不得已啊吼，不得已又要治療，吼又要有時要回院，又看等病人安尼看因的個眼神吼，因咪過辛苦，吼嗰種安尼都吼，講安尼冇希望也條病人吼，好需要個來復健吼，本身發本個精神症吼個問題啊，咁安尼平常人都想講伊都係一種被騙的，伊要個有得好好治療的，吼安尼底下講。伊誒，乜個發作嘅藥，佢係同有客人聯絡，冇人有客人佢係帶去看醫生調整藥嘅，佢係要再穩定下來，安尼。你最基本來講嘅話，你唔會用一種無強嘅眼光去看伊啊，你甚至你一種感冒啦，一種我哋嘅腦電啲，可能受傷嘅，嚇啊，伊睇慢慢嘅好嘅過程。好，你像有時我哋中度腳會排班，你看到有啲人都苦頓瘡嘅，亂嚟排來排去，係啊。咁他個人都見面講，伊都睇你敷衍嘅過程地方，其實一般人來講，咪係安尼啦。吼，可是，但是我想請問一下講，你有時間吼，就從頭到我哋護理中講，因為也係一啲腦地部嘅一啲事情。好，比如講我今日腳排手排，你是看得到。好，嗰種陸客人看得到，嗰種陸客人按樣啊，伊發現到講，這個嘅陸客人可能多多少少有開始有精神病嘅一啲徵兆嘅時間，按樣啊去觀察。哦，主持人問嘅問題佢重要喎，因為我嗰度吼，佢問人問人嚟講，到底按樣啊，人行都不病嘅，按樣係哪愛來看醫生吼？其實像我哋發燒啊，第一發燒愛來看醫生。我哋心情唔好，所以唔好，嗰種人咪講壓力太大啦，可能最近事情太多呀，太煩惱。但是主要乜嘢嗬，當然嘅心情影響到我冇法度上班嘅，明日餃子食唔到東西，影響到我嘅讀書，學校讀書，還是我有可能恐嚇因吵事，因發脾氣啦嗬，安尼有可能都會講考慮我去精神科來看一下醫生冇。還有可能也都會可能產生一種精神病症的有些狀況，要對醫生來談數安尼。你可以講，伊係一個長期，同時已經會影響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時間，我哋都要注意嘅。好多注意到講，我哋也係一啲朋友啦，無論我哋講嘢，係咪真係可以請我哋醫生的一啲講談數，嚇，醫生的談數，你看下講，伊個情形係咪變成一啲算是精神的一啲病症呢？但是我常常會發現到一件事情，譬如講，從頭到講恐慌。可以等於講去強盜啊，可以數強路貨嘅啊，吼，咁按樣嘅程度，然後變成講可以看醫生咯。一般吼，各種安尼心情唔好啊，睡唔好啊，調整一下，注意行啊，安尼如何嘅吼，咁都一般生活都正常嘅。但是安尼情緒、心情狀況啊，吼，還是睡眠狀況因嚴重，影響到已經無法度上班嘅，明日睇餃子，還是明日因笨哦，無法度行出去，無法度吃東西，甚至有的時候我想要去自殺，還是已經去做自殺的動作嘅時間，我想也時間都應該要看醫生嘅哦。我相信吼，一篇護理中其實要講嘅一件事情，講平常有啲人可能講個多愁善感啦，有當然從到有些事情會感通啦，會叫啦吼，無你講會強啦，會強貴嘅啦，強乜嘅
事情吼，这种东西一般来讲，一般人都有安尼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表现吼。但是这个情绪的表现，一般来讲都唔会影响到这个日常的生活吼。但是搿种讲伊也要发生的一个次数、频率啦，比如讲从明一叫，甚至要叫到讲想要去想做某事情的时间，搿时节如果可能要注意到讲，也要朋友係咪要帶伊去本精神科医師看。但是我哋常常我問到伊個問題，你講有啲人根本連精神科門診伊都唔敢入去，因為想講伊去嘅吼，係咪講我因為講有乜個事情咯，因為幾多人朋友講，你講你看醫生啊，而且人家名係用到身心科嘅，名係好堂嘅呐，講伊看啊，講唔望啊，坐地嘅都俾人看到我樣咯，咁樣會看伊咯。主持人講呀，講到各種人的身上哦，見家各種人程度想講，佢想去看醫生，明明所有人望嚟看，冇錯。但是佢驚啊講，坐幾個半醫生人看到我，哎呦，唔用來看精神科，嗰種程度我有安尼驚啦吼。但是轉過來想，今邊我哋有27天，我更加心情冇誒，有27天我第啊，我有覺察到我當陣需要醫生的探數，我都搶我哋看內科。看某個科、外科，同樣安尼，我去看身心科，我請醫生同我談數，我希望伊同我談數，同我某個藥嘅，還是某個治療，還是會談，同我心情個問題啦。因為我的目的係我哋希望自家行轉來原來的生活狀態，係。聽我哋對環世都太過長啲，其實我哋講長壽人嘅團。以免我哋荷爾蒙嘅一個轉變啲，嗰種長壽人嘅其實講會有幾多嘅，我哋講唔啲唔單止係我哋身體嘅轉變啦，因為其實我哋對生命嘅變成太嚴嘛嗬。同時其實我哋喺精神方面嘛會有幾大嘅轉變，唔單止講我哋開始要面對過多嘅功課，同時嘛對面對一個複雜嘅社會，嗰同時其實對我哋嘅內心嚟講嘛，其實嘛幾大嘅轉變。從長壽人嘅部分係咪個特別嘅一個我哋講精神嘅品質嘅一個表現？還有，最近我哋發現青少年嘅狀況嘅問題嘅病人都越來越多嘅哦。冇錯吼，其實也經驗睇我哋嘅青少年嘅一個病症地步，其實有越來越多嘅一個情形。咁下到節目我哋嘅護理中，我同人講，也有乜個特別嘅故事，休息下，等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高雄醫學院精神科嘅黃文娣護理長同人講，精神科嘅一啲分類嚇，還有一位可能嘅一啲原因。但是最慢嘅時間嘛，講到講，也見人我哋青少年嘅一啲精神病症嘅人越來越多。我哋想請問一下我哋護理長講，一可能嘅原因係乜嘢呀？好。而家青少年嘅精神病症嘅病人，其實有越來越多嘅狀況嗬，有可能係兒童嘅同學，我哋講同儕嘅關係，因為人哋喺轉變嘅時間有時影響，再來係更加成人嘅嗬，學好多東西，各種各度比較嘅狀況，來嗬更加爸爸媽媽有時間嗬去上班，咁冇時間陪到成人嘅，咪有可能影響到成人嘅心情，冇都更加嗰度嘅爸爸媽媽安教育教養的這個部分有可能沒有影響到，可能講原生家庭影響到後生嘅人都也俾時間，如果嗰度有情緒嘅狀況問題走出來哦。咁重要部分咧，把你這個有這種這個影響過什麼的病人？安尼病人狀況其實有咩幾多影響最深嘅，如果伊可能如果吞吐嘅問題搞細奶搞細妹嘅問題，還是嘅同學學校嘅言語霸凌嘅問題，嗰種有心情過快過唔好嗰種都係看門診，有可能要拿有想要自殺所以安尼看樣安尼咩過心疼過唔判得啦。嗰個其實更加對成人來講嘅話。生活有時來講，真係壓力過大，佢家族變成講爸爸媽媽有時間跟我喊，跟我了解，因為講我們以前都不會，為什麼現在你們又會是這樣子？嗰時變成可能越多嘅事情，我不用給他聲音的氣，會變成壓力過大。但是其實真係如有某個事情發生的時間，
如有听亲身上的一个天数，好，亲爱的医疗系统的一个协助。咁重要部分嘅时候，请问一下讲，一般来讲嘅方案呢，完整的一个治疗过程係樣嘅咯。嗰種以後生嘅青少年來講啦，學校一定會有所謂的輔導老師啦，而後生嘅人有情緒有問題嘅時間，先生一般都會專門嘅輔導老師，輔導老師會先提講可能，談可能有時間一下講到講可以，如果好嘅。但是你咪講，而家狀況冇問題呢一般人會專業學校有一些合作醫療嘅醫生會專業看嘅學生門診啊之類的如果有需要就可以來看門診有請伊來做下會談，還是做下藥嘅治療安尼。咁一般來講，譬如講我哋頭都已經嘛有講到講，從我哋精神嘅病症，你從一般我哋會感冒樣啊嘛但一般嘅感冒藥，我哋頭都嘛有講到講，咁我見面係輸送我哋除咗食藥嘅以外，係嘛復健，做一般嘅一啲復健。咁從一般嘅精神病症來講嘅話，而嘛會有復健嘅有部分嚇。有精神病症也治療除了我前面講嘅藥嘅一個重藥但是我哋有啲咩貴重藥係做精神嘅復健精神復健。咁啊，精神復健有好多種比如講我哋日間嘅復健、日間嘅復健。另外一種會係社區復健中心咁我哋會邀請病人來也做復健。比如講，因為邀請帶人嚟做人同人互動嘅好嘅方法，還是訓練人做事情嘅能力。比如講，我哋會訓練人去買東西，訓練人去做我哋手工皂，還是一些手工嘅卡邦嘅，寫皮包嘅，安尼每一邊呢有一啲成就感，又可以同人嘅東西拿去賣，因為又增加人哋嘅深度嘅對自家自我肯定安尼。咁樣一睇我哋呢現場嘅一啲作品，都係我哋呢一般嘅社區復健嘅一啲我哋呢學人嘅作品係咪？係有，阿邊有看到我哋嗰度學人呢，因為嘅復健嘅作品啦，有我手工皂啦，我哋嘅小筆袋啦，還有因為嘅明信片係因為畫嘅因自家畫自家寫動靜個有意義其實佢對作品來講，你會發現到講，其實一人做嘅東西一般同我哋一般人做都冇拍嘅差別嘅。同時應該講，有時也會手工做比我哋一般人做還過優呢係做過講過優係冇錯。咁嚟我哋聽下東西，係來用。因為頭先護理長有講到一件事情，就講，頭先有講我哋嘅日間嘅復健，還有我哋嘅社區嘅復健嘛，但是頭先我哋護理長佢就有講到講，一般嘅日間嘅復健裡邊，如果係嗰種人係講，而這個本身平常睇到卡，可能早晨去上課用嘅，一種日間嘅復健，嗰種日間嘅復健裡邊，而這個最主要嘅訓練嘅重點係乜嘢啊？日間嘅復健主要希望以早晨來下做人專業睇一問題自家日常嘅生活作息。聽伊我哋會因為嗰邊都有醫生護士咩睇地方，嗰種佢看到伊嘅藥嘅有問題冇，伊嘅精神症有問題冇，也就最重要，因為也就有問題呢，我哋哪有法度代替鼓勵到下一步去做社區復健中心嘅訓練。談起來後，你從我哋平常樣嘅，譬如講我哋平常講有啲人譬如講查科腳舒爽而平常都睇到佢係，但早晨時你做復健。然後有時要佢做復健，做佢哋貴起嘅。咁社區嘅復健，係讓我然後貴起到社區嘅復健。我哋社區復健其實因為係早晨條去下晝條轉去，但是嘅基本內容都冇同樣嘅社區嘅復健，伊能做嘅會高深入，比如講工作嘅訓練咧，也都日間復健都唔係做安尼嘅。社區復健都訓練伊安尼去做工作嘅，有時間安尼會去介紹到老闆去前頭路做上班。等於如果我哋平常我哋會訓練到講，譬如講有人工作可能伊休息過久嘅，慢慢地歸起我哋嘅社區，慢慢歸起我哋社區嘅時間，可能會有一啲中間去學習嘅東西，唔單是講去面對人啦，或者講做個簡單嘅一啲工作，慢慢地開始有一啲工作嘅能力，至少伊自己可以照顧自己。嗰時等於如果其實按你談好同我哋一般來講，我哋人數上冇差別啦。就頭先我講，假如我見面數上最嚴重嘅時間，我哋免疫力做復健。想請問一下講，有時睇睇我哋算是講照顧一個平凡嘅家人來講，其實係一啲
过从本人冇本人看到的部分啦，因为你咪讲啊，佢叫人家家人去照顾伊，但是有时间我哋发现讲照顾家人其实嘛会辛苦，佢重要部分呢，反而就有乜嘅可以天数伊嘅地方。照顾病人呢嘅有家人吼，其实压力真大吼。我哋嗰啲通過因嘅講嘅地方，以前都我都忙下嘅。吼，嗰種因嚟講，我哋程度嘛個唔判斷。嗰種安樣嘅支持，也就照顧病人嘅家人吼，係個重要嘅事情。因為我以前我哋常常會聽到講，啊，你都捱嘅命啦，吼，講到安尼都捱嘅命。但是其實我哋地講，其實也沙飛地位，我希望講唔好把一種東西變成嗰種。去變成很即個報應，吼，無論即個伊的命運的事情，其實已經有幾多位我哋講支持團體。佢一般來講嘅方法，可以去譬如講我哋家屬來講嘅方法，伊可以簽到樣嘅啲天數。好，一般家中來帶來醫院嚟看嘅時間，吼，加門診啊，還是病房，一般的醫生護士其實沒有安尼支持啦，吼。啊，有時間我哋會介紹一些家庭照顧者協會啦，或是一些家屬的支持團體，吼，然後也有請人去參加嘅，啊，人去直播嘅時間，吼，會發現唔係請我一定要安辛苦，唔係請我一定要面對安尼問題，原來我並不孤單。吼，安尼一對直播吼，又可以得到一家心情上的支持，啊，因為可以吼有力量繼續照顧也個病人。因為有一部分吼，其實同我哋護理中有講到我哋家庭的一啲支持的一啲協會，其實一部分吼，聽我哋沙飛裡邊變成一個幾重要的一個組織。因為以前的話，可能有都有安尼嘅一啲生意嘅一啲家庭裡邊，然後因為講都係自家經營，但是一部分真係唔係自家嘅經營，因為其實他個人有安尼嘅一啲需求嘅人，他個人聯合起來，其實第一可以去分享，讓我去照顧。吼，慢慢就正常，其實係個正常啦。吼，聽見你講，讓我食藥嘅，係嚟食藥嘅。第一，聽見你講，讓我去把資源去做分享。譬如講，有啲人也東西用喺度，伊可能真係冇用嘅，吼，伊可以去加下啲嘅人，唔係講每啲人都把個東西買嘅個冊，然後可以照顧。第三個其實係最重要係一種心理嘅支持。吼，同時嘛，第二講，因為我哋可能他跟有一個相同嘅一個情形，嗰時喺心理上面，我哋都有同理心啊。你講啊，其實真係幾辛苦，家人有咁樣咯，可能出來可以食一下咖啡啊，吼，講一下心情啊，至少有人聽唔講話一件事情，其實幾重要嘅。係哦，我哋以前咧吼，有一擺吼，咩人叫聽家有客人來，結果咪拜來咪拜叫，好，但是咪亞嚟講。好彩我咪拜有來，咱底下講啊有人來支持我。冇唔錯，係啊。咱哋講其實一種事情吼，其實而家沙飛裡邊吼，係啲你講幾普遍嘅事情吼。你像而家一路喺導演講，其實沙飛一路喺進步，吼心理嘅病症其實一路喺多。好，嗰種其實觀眾朋友冇像以前講啊，你講迄種有乜精神嘅病症，嗰種啊幾減少嘅事情，其實唔係，其實吼，我哋沙飛一路喺進步，我哋工作一份工一有嘅時間。心理嘅病症其實聽到人越來越多，你看嗰種人根本啱唔啱衰唔得。你看我哋明嘅聽講嘅我哋嗰個乜嘢嘅安眠藥，吼，佢開量嘛幾大，嗰種其實我其實睇多多少少都有安尼問題，嗰種唔是一納片人，吼嘛，其實呢種東西如果我哋講文明會產生的一個事情，佢對一般的人來講啊，譬如講我哋沙飛民眾，吼，看到嘅，譬如我哋可能夾到里沙有安尼精神病症的人嚟講，我哋用嘅一啲看法，無論用嘅一啲角度去看一件事情。係，我哋剛中講到吼，也夾到零沙啦，吼，我哋發現伊講，用最近冇得出來啊，最近用看佢個憂愁啊，個憂愁啦，吼。那這時間我哋從關心看到，伊係咪有一啲憂鬱嘅狀況？但是有另外一種嘅狀況吼，叫做伊也動作行為幾奇怪、幾怪異行為。一般也是嘅嗰種係夾病零沙，其實人可以對呢有客人講，唔好帶伊去看一下醫生冇。喺嗰種講唔認識嘅人，還是睇腦杯吼，你都可以同人嘅鄰里長嚟講，還是睇腦杯睇到，你會感到個恐怖啊嘅冇熟悉嘅人睇嘅，嗰種一般人可以請警察來聽書。
嗰是用一種個刺眼的心態來看一件事情，冇認為講啊精神病症一件事情，其實嗰種嗰種係咧嗰種怪嘅事情，其實一路從一般人來講，因為每個人都會感冒，每個人都不病，精神病症嘛係一種感冒，嘛係一種不病。休息下我哋下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高雄醫學大學福沙綜合醫院呢精神科嘅護理長王文飛護理長來到嚟現場同人講我哋精神科嘅一啲分類啦，同時也有治療嘅方法。但是我哋從頭我想到一個問題就講，家治療嘅費用會幾多冇？我哋馬上回應我哋護理長。譬如講我哋今雖然講有健保啦，嚇，但是也有精神科嘅我哋講政府嘅一啲費用會幾多冇？原來精神病症吼，同我前面講嘅同樣，一路慢性的病，嗰種要應看醫生，應看醫生當然都會花錢，有時叫我做核驗有冇花錢，因為也係慢性病，嗰種醫生能夠評估講要符合，我哋講嘅重大傷病卡吼，我哋會先去推送去健保署做審核，還有通過重大傷病卡，當然因為也要偏來看醫生，也費用我哋都。健保都有幾多補助，我哋都可以個減少嘅人哋嘅錢嘅負擔啦。嗰所一般來講嘅話，其實我哋嘅健保還是可以去負擔大部分嘅費用啦。因為也要病症來講嘅話，唔像一般譬如癌症啊，又話要標靶治療，有啲可能要自費嘅部分，可能相對起來我哋精神科嘅一啲病症嘅一啲自費嘅費用比較少吧。自費香港少啦。嗰時其實我哋啲健保嘅部分都可以去負擔大部分嘅費用，但是途中我哋有多講嗰個，譬如講我哋以前到我哋嘅社會福利嘅部分嘅時間，好多等於講都希望講我哋嘅一啲精神病嘅一啲患者都可以海擺可以慢慢地歸到我哋嘅社區，歸到我哋樓下，歸到我哋嘅一啲社會地位。但是歸到社會地位一件事情其實冇咁簡單。也係咪話有啲中間嘅一啲我哋講機構，可以幫我哋呢一啲朋友可以歸到社會嘅時間，又有一啲話有中間嘅一啲算是一啲調節嘅一啲過程啦，冇得講美好嘅一啲過程。係，嗱你話有請一啲病人因為作先個問題嘅時間我哋會有請從我前面講嘅社區復健嘅中心第幾片我哋會訓練人嘅工作，比如講我哋有人嘅作品嘛但是每樣我哋會訓練伊做比如講洗茶杯嘅比如講大樓嘅清潔嘅投入，我哋訓練我哋先帶去，慢慢訓練好嘅我哋都同天數請攞杯嘅投入大樓清潔，因為會轉我哋去轉出去，我哋變成有一啲真實的工作可以做，可以變成我哋轉咗去社區裡面。所以嗰種朋友有記得我哋以前嘅節目地位有一啲節目都講，我哋以前幾時就聽我哋咧客家文化園區地位有一啲專門去整理我哋咧客家文化園區嘅嗰種環境咧，一啲理想咧，一啲團體，伊都係專門如講幫我哋我哋朋友也訓練好嘅，然後伊就慢慢地帶出去做工作。你至少可以做清潔啦，一啲好簡單的工作。其實做一些事情對人來講嘅話，唔單止佢有成就感，嘛可以比如講，這個嘛可以學這個。同時對於我哋嘅家屬來講嘅話，而家壓力嘛少幾多。變成講，而家雖然咧已經唔會講，某個事情都愛落下人去照顧，而這個會照顧這個，這個會賺錢學這個，同時而這個嘛有啲工作。咁其實將我哋工作對於我哋嘅朋友來講嘅話，而係咪有幾大一啲改善嘅一啲用途咯？有喎，安尼工作其實病人可是因為背病嘅時間因為無投入，乜個攏唔咩，即個佢看唔起自家，嗰種經過安尼有工作訓練，有去攞杯做事，我肯定有看到
哦，有爱生意呢，我自家照顾自家，自家做工厂，自家去上班，去做事。啊，对伊来讲，对规个家庭来讲，拢系最好的事情。咁一团的训练的过程吼，后面有一点我们讲个制度化的一个训练，的去训练一点轨道沙飞地方可以去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哎，俺哋睇沙期复健中心地关吼，俺哋有咩位哦也要病人吼，更加个无安好、无安全问题，俺哋揾伊睇地关先上课。还有个好嘅，俺哋训练也个简单的做嘛嘅事情，有个好嘅都一步来。啊，但转去像俺哋我睇俺哋嘅停車場，因為都係洗車咧，會洗動槍，啊有咩未得一邊嚟洗車咧？咁種洗車也部分我哋如果講嘅件事情嚟講嘅話，係咪一步搞伊啊？一個我哋搞一些。嘿，俺哋先生吼，俺哋職能治療師吼，會帶動俺哋嘅學員吼，俺哋一步吼，我先做嘢呗，再做嘢呗，我先洗嘢呗，再做嘢呗，啊洗下就按樣嘅槍名，按樣嘅槍本定槍數，啊因為後尾就同俺哋數嘅洗車俾錢，弄一步有訓練。因為真是因為我講，其實有時同我哋嘅沙飛脫價脫橋啊，但是軌道沙飛地方，啊你慢慢的訓練，伊還是可以軌道沙飛地方去做伊下尾可以做嘅事情。咁從即個20年來都一直睇我哋講精神科嘅體現，我已經看過幾多嘅故事啦吼。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他要分享一下講，你這個有印象幾深嘅事情？哦，印象幾深其實幾多啊哈，最印象嘅吼。嗰時尾嘅17歲什麼嘢吼，伊有卡家庭幾好，啊但是伊出現幾多幾奇怪嘅動作，啊有可能吼唔對樣嘅，啊路之後送到醫院嘅，啊送到醫院是因為吞洋蔥啊吸煙，啊有可能吼看到伊啊聲音咧，來吸煙啊睇因幾冇問題，木子跌下來，也有可能看伊啊聲音佢唔判，安尼睇後背看安尼有可能安尼咧佢唔判得。嗰種也嘅過程吼，可能去陪伴他，陪伴家屬吼，然後同佢嘅家屬講也按樣嘅照顧，吼重新調整溝通方式，吼按樣嘅配合藥物治療。而家當然伊嘅狀況都原來因問題呢，啊影響最影響嘅，如果伊也有可能同我講，我嘅護理師來動光車唔能同我聽數，係冇能安尼同我聽數，我一家人怕唔點樣行落去。你家人真的會瓦解、會崩解、會崩潰。講嘅係伊木子都跌下來，係看到嘅係當時嘛，佢唔判的。阿姨講：我可以抱抱你嗎？然後當然我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還想帶一個擁抱，就是給他無比的支持。也都係按多年來最印象最沉的事情。因為故事談上來吼，我感覺到幾個感想啦。聽啲感想都講，其實每啲有一啲精神病症嘅陸下人來講，其實都係一啲個太壓力。而壓力最主要係來自唔點樣去面對呢個病人吼，同時唔點樣去減強呢個一啲問題。因為有時間我發現到講，家庭地步嘅嗰種病症其實係互相影響嘅。好，因為發作嘅，嗰種係用我哋嘅方法一堆，結果一堆。伊也發作嘅情形會越來越重，但是經過我哋專業嘅一啲分析，經過我哋專業嘅教育地方，我哋講啊，唔是去正常去看一件事情，同時用唔是用貼過反應嘅方法去面對伊嘅時，其實對我哋病症嘅病人嚟講嘅話，伊壓力嘛會越來越少。再加上中途當我哋護理長講到講到長期嚟服用嚟食藥嘅，好伊嘅情形會越來越問題。可是像20年來，這個體現。有感覺到 healthy 冇？你這個17、18歲同事想嘅想法，20年行來，冇感覺到講，我做一 pack 有冇？有呢想法冇？完全冇喎，完全冇啊！精神科吼，其實看到幾多故事，如啲啊，玩幾多可以聽嚟聽書嘅。咁一般人又講，按樣嘅一種長途嘅人，基本然後講變成講吸煙。因為頭先我哋講到講話，因為講到唔過問題嘅時間，有時可以喺度下，早晨能去我哋嘅叫嘅復健嘛，有時只一個好事變成我哋沙期嘅復健。但是按樣嘅人，我開始講，基本上一天愛吸煙。一般家中講吼，伊啊個心情啊，吼，真係幾大吼，比如講，幾個年都冇吃到乜嘅東西呀，吼，還是有就一個吃曬嘅想法，還是另外一個精神病已經。比如講，伊個躁症，吼，
因明伊有听因买东西、饮食东西，可能讲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时间，有可能有需要来吸烟。係跟一般來講嘅話，吸煙咧有伊啲時，我哋講有啲期限喎。譬如講我吸一度增煙啦，無論還是講一部分還是用醫生來一種醫生來決定一個熱的咯。好，那你吸煙的時間原則上還是看個病人的狀況，醫生同病人同家顧客人同向好評估看到伊有需要喺度來救無。一般我哋有分急性的病房，有的有慢性的，嗰種有的慢性的病房有可能係個救一些，但個問題你咪可以轉移有卡。從唔呢，伊啲睇醫生醫生人來嚇，醫生人來其實我哋台灣嘅沙片嘛專片嘅櫃台，咁唔知家聽我哋節目最乜地方有乜嘅想法同我哋一個觀眾朋友講，唔單止講係精神嘅病症啊，其實幾多嘅病症嘛係對佢是心理上面嘅調適有問題，那慢慢的變成可能會有啲精神病症。咁這啲節目嘅最乜有乜嘅唔知家個人嘅感想，想我同我哋人分享啊？其實我哋更加生活，大家壓力攏過大啦吼。我即個嘛希望我嘛希望我哋一家人我多互相支持，互相聽數，心情的支持，我相信可以幫我哋面對更多嘅問題。大家人真的是互相照顧啦。因為雖然講健康我哋咧，我哋講網絡嘅媒體啊，歸多，但是你知道，其實網絡媒體啊，雖然講跟按讚人數很多，但是真實可以講法人歸少。但是就同我哋副理長講呀，其實更加睇安尼啲沙飛地方吼，多以前人講法，多以同人有真實面對面嘅交流，唔單止心情好，心情唔好，心情唔好都講俾人聽，心情好都聽俾人講。唔知有安尼精神嘅交流來講嘅話，其實幾多壓力如果冇壓力嘅話，其實都冇有安多嘅休息，我哋唔單止講迄個心理嘅一個障礙啦，冇專門變成一個精神嘅一個症狀。咁從這個本身來講嘅話，我想到講，今日嗰種我哋有朋友嘅聲音咧，想按依精神科吧，有乜嘅愛準備嘅冇？當然精神科重要一先好高嘅也就先準備吼。但係我認為有啲佢重要係我哋嘅心態啊，我哋第一講嘅係精神科，嗰種因係如何弱勢嘅族群，因係需要我哋高度嘅聽數，嗰種我哋嘅心態上面，我們要有一些願意幫他們的那種心情。如比講，其實就係這個其他睇的，這個冇辦法控制嘅情形底下，嗰種而冇辦法控制接受到唔過度嘅要求，嗰種人這個。身為一個護理人員，如果有一啲心理準備啦，第一個其實係一個嘛係一個唔單止係沙飛嘅弱勢，同時亦都嘛係鼓勵一啲我哋講社群地方嘅弱勢。嗰陣各位今日節目觀眾朋友，我發現到講，其實今日我哋咧文飛護理中帶幫我哋一個最重要嘅觀念，講唔單止今日看到某個精神嘅病症、某個心理嘅病症，其實有從我哋感冒同我哋書上供養，而係一個最正常嘅一個我哋講生病嘅一個不病嘅一個表現。嗰時嗰種有安尼困難嘅時節，你看醫生啊，就像我哋感冒會看醫生供養一樣事情，冇必要有太多嘅想法。當然我哋今日嘛會感謝我哋文飛護理長一睇，我哋嘅精神科提升佢嘅醫師人員，同時嘛聽數幾多人。今日感謝我哋嘅護理長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樣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下喎，再聽我哋先生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